天国旅行。阿姨带小妹去天国旅行。30年前，国校诶先生交代学生写作文，一个3年安尼写。先生去做家庭访问，厝里简单老阿嬷，伫个深深诶人客厅，要省电无点电火，看无阿嬷诶表情，声加强要听无。厝是甲亲情照大诶，老翁早着对菜店查某刘轩，留一个姑囝互伊请。后生娶某了，生一对兄妹仔，去外头做生意，嘛种着老爸风流性。对伙计走去，新妇毋甘断因诶香火，带小妹食冰参农药，孙仔毋知世事，阿嬷总是应伊。阿姨带小妹去天国旅行，有一天会转来。你爱骨力活，熬大汉，到时阿姨会真欢喜。世情无常，时机变换，先生都也退休20冬啊。迄个学生爱爬关山，点菜遐较近天国，想要接因阿姨甲小妹转来。